能學見會直播，山叫叫本會參加人講鬼嘅故事，當劍人拍定我河，人會特別嘅變，山叫叫歡迎。聽到歡迎山叫叫。聽到啊？我抄 internet 冇好啊！做咩事你驚咩？我愛 join 下你愛哦，愛水嘅無同佢講愛鬼。我肯講。當佢是個愛鬼啊，當佢唔是愛水。山叫叫。但是我就 kick out from 我只咯嚇。嚇是咩？有咩？直接 kick you out。You have been kicked from room。唔知就我出來喎。唔知啊，你未 join 咩？你 kick 咗未 join 咩？係咩啊？你邊 internet connection？唔係我播下嘅。你當佢未就講鬼告訴下。一點。我冇講嘅喎，我冇同你講嘅喎。後面你當佢聽到 live 嘅聲嘅冚去。live 嘅聲。係啊，我冇開啊。哦，按照你個冇聽到我。冇開。你當佢俾講鬼告訴下。講。你有鬼告訴俾講咩？我冇啊。你冇一個 phone 咩？我係實際嚟使哦。係咩嘅？我實際使哦。實際聽。我實際使哦。你實際聽你咪問 Skype 就聽咯，到底喺你聽，到底 website 嚟聽未咩？我係 live 錄講我就咁樣。哦，特別你聽下你另外一個咧，另外一個 feed 咧，咁啊聲咧。audio 嘅嘛，audio 嚇。audio 乜嘢啊？反樣啊。哦 ，OK，你留掉咧，你 mute 掉。反樣。我想你唔敢聽鬼嘛，我想你個驚聽鬼。我弄嘅你講嘅嘢哦。吉利啦，這是。吉利。嚇，南西講嘅喎，這是吉利啦。安尼喎。OK，咱講下。OK。買啦。唔見你聽下，咱若是驚嚟講，咱咪是cancel 咯，disconnect 咯。OK，當然我係特別嘅邊呢三個句子實在冇嚟聽嘅啦嚇。然後唱你嘅了呢是我老椒 BB 娃娃咯，歡迎。Hello， 大家好。你一個勁心嘅到底係什鬼？Hello。誒，你應該在只借咧上電嘅嗰啲公頭告訴我講。啊，好啊，小仔啦，等陣我小電話講。嚇好，你一個台語電學屌嘅鬼告訴我講。Hello， 大家好。啊，一個往等於啲線嘅線椒，特別唔是錯路啦，南西歡迎。Hello， 大家好。啊，南西，講個大聲就背哦，甲我你買係咩？加啲哦。大家好啊。你買你會介紹啫，你買是15年，冇10年嘅買，個隻好個個未歹過，你試下個隻病。隻清。一個冇亂雜聲喎，你是唔是做啲 aircon room 冚掉？冇啊，啲聽有。啊，真係靜嘅哦，你聲，就好咯，你後面 computer 咪飄？D 字頭嘅。掉嘟了。啊，掉嘟。掉嘟。我知道。我知道㗎了啊。唔是掉，是叫嘟咯，嘟。嘟啊，嘟。對，你 computer 啊，你唔 OK， 我就做興趣會聽你講咯，你鬼故事，你是唔是大擺見聽鬼故事嘅？我家己本身是有經驗去種白椒嘅。哦，去種白椒，你是三百毛啊？啊，你看到啦，你當劍燒嘅看到？
當金較少，特別標掉，哦，標掉較濟。主導行較少啊，特別細行是較濟哦。哦，你講下你細漢嘅時嘅經驗，講我聽下，真係看到。細漢頭一刀嘅時，看到是啲我講嘅厝。哦，你講出得咯。我講嘅厝啲喺我果園嗰邊㗎，喺你冇得包啦。我果園啲。你冇得包咧？誒，一大迄種厝，迄種啥？迄種番仔厝是咧，迄個卡懸懸迄種係咪？叫咩厝啊？迄種。鋪卡樓。係種嘅，迄種嘅厝咯。then 我細漢時，我規日陪讀冊嘅時，我就規日走去我公厝嗰邊甲鬼暝嘛。然後我教我媽困嘛，然後有一暝，因為我都會記迄個頂擺我嘅迄個樓，迄種堵的，迄種沙堵是毋是有鏡啲頭前嘅？對。有鏡啲頭前嘅。然後我困到半暝時候，茶嘅堵嘅頭前是有鏡嘅嘛。因內妹就變一邊有一塊鏡嚇。一邊一塊鏡。然後我困我咩車哦，當咩車哦，看到一個囡仔哦。佢哋一囡仔。囡仔甲我差唔多咁嘅。搞到白關啊！搞到白關咧，迄時我應該是4歲可能。4歲可能啦，你看到一囡仔到底驚位啊？唔是你啊，唔是 maybe 是你 reflection 呢？伊叫我，佢叫你啊？伊叫我，叫咩？來看咯。哦，伊野手野你呢，還是講話？野手野我呢？我講我聽。迄時我小細漢，我而家唔知是。你唔知講是人，還是鬼？你想是騙？我知世界有幾是人嚟嘅。了。但係所以我講，做咩有一個囡仔啲鏡內面呢？所走困咯，咪去管伊咯。走困咪管。你無講鏡係啥物啊？我無講驚，因為我唔知，我就講奇怪做咩鏡內邊有一個囡仔啊。然後我這個 secret 咧，我就燒掉真正久，因為我細漢我看過，但係我唔知我有可能目睭，我就講大人本是有可能嘅。你想大人看到本時，你本來看到啦。我想是 normal 是 common 嘅。then 差唔多20幾年可能，因為我大都冇聽我媽講去間厝哪垃圾。特別人無講，就那 actor 是做咩事啦？講過後尾有人自殺過啦，有人死過，可能特別伊無講過，正是安全啦。then until 你我問你，伊厝嚇，你這是你講鋪卡樓，伊厝是老只古啦，大餅，你講厝。有誒，人講頂擺是日本人放迄個死人佇邊架。人踩死人一掂佇迄邊架，就唔是放掉夾去帶嘅。特別我是所以我即個我就是聽我媽講嘛，所以10幾年後，我而家未打閒了。你我咁問我講到底哦，即間厝無人死過，因為有人講是也喺你死人放呢邊架嘅嘛，特別有無人死啲厝內邊。你我媽講有咯，我講是蝦米人？伊講是 before 我講搬去哦，是一個囡仔 family 大嘅。咧伊個查某囝咧就是，伊個查某囝就是4、5歲時看病死嘅。伊就是你看到誒。你是個另個查某囡仔誒，你看到你個記哦。應該我唔知，因為暗暝暗嘛，你無清楚嚇。我無清楚，我而家無清楚。我是看到一個甲我差唔多上4歲看本嘅，4、5歲看。所以我剛才來這個 secret 吼，嗰是因為我燒了這 secret 真久，我有影我唔知是真是假嘛，我家己本唔知嘛。我咁會我接受，我有影是有可能。你講你教幾歲？我10幾歲我接受，我家己有影有人嚟。我10幾歲我看真濟，特別我想講這個是真係 common，真係 normal 嘅嘢嚟。你無去甲人，啥無去甲你爸母啊，是咪 discuss 過，甲人講過，講你看到物件咩無？你無講過啦。我4、5歲就殺學鬼踢到我真係大漢，但咩都嚟掉。你未驚咩？啊是你是你細漢甲大漢度，安尼看到說你無啦殺掉。
无细汉惊，细汉逐暝爱困本阵啊哦，烦，pressure 恼啊，烦恼啊，咯，啊暝半暝伊來嘅時知喎，伊 before 伊來吼，你拉撒碌佢身軀無力咧，耶！啊碌袂叮當嘅，你無力喺個人，你一搭搭咩本嚟睇啊？一禮拜3刀可能3、4刀，哎呦，你未你點解成日是你是到底搭落你都家己厝本嚟學幾搭呢？還是干那去你講厝嘅？無啊，家己厝本學，哦，家己厝本學，有陣時下晡本學，了是講入幾歲啊，入過6、7歲去甲招啦，哦，我巴魯無啊，因為巴魯話actually 是可以你搭哦，你困嘅迄個 position 啊，就要緊嘅。哦，安怎呢？你咪困 flat 咯，你要緊是困邊啊。邊啊？你咪講買啲阿家姐後尾困掉跌跌落去眠床啦，可能誒。你咪跌咯，都掉困邊啊 ，left or right 看咯，然後你又伊就冇咩機會搭咯。你實講我聽，我就只有講我要叫人 try describe 我聽講學幾大嘅感覺，一種成種頭甲尾講起佢。伊是你困一半時，伊愛來時啊，你是規身軀是無力咧，無力，然後伊慢哦，伊就入去房內邊咧，伊入去房哦，入去房內，伊就看到，你就看到伊咧，特別你看到伊哦，你愛看，你開目睭，你開目睭講袂，你看目睭我是看到伊嘅。哦，耶！你講學幾大隻？你講你身軀慢慢你是還是困起啦，袂呢？困起了，半困嘅時嘅。哦，半微微嘅嗰時啊。微微嘅，較濟是微微嘅時。哦，你講你身軀女是安怎呢？成無力啦，所以你袂 control 你身軀嘅呢？袂 control 啊，你麥哦 start 哦，成個一陣真正嘅想嘅。哦，就亂，你頭腦就亂啊！亂啊！你就知伊來啊！哦，你是成個你困起啊，你困起，你是你困掉，你成困掉半暝咧，都10點困啦。佢而家2點幾3點是紅險，你成起亂，啊，成困女一時間未來啊，還是特別是你 before 你困嘅時間入面呢？有陣時困到半暝哦，你困到半暝，你醒哦，一醒你一來哦，你袂你袂做咩嘅。如果會扶嘅，你會身軀就變 left or right 咯，你會扶啊。是你袂扶嘅，就迄伊來嘅，你就變愛用你力頂咯。哦。頂你身軀。你你把 try 過未變過？你細漢嘅時你未講成個安尼學大，你考未咩？報名出嚟考。細漢會哦，所以大漢咧無啦啥。你我講聽你講你一筆嘅時看到啦，แล้ว你感覺到你真係看到伊邊咯，成日你講看到什麼？會看到伊邊，伊是愛你看，你開目睭看目睭，我是看到伊邊嘅。哦，你開目睭是你望內面開咧，還是正式目睭開起來嘅？你開就是想講你看目睭，然後呢？你開了目睭，你開了目睭，本身目睭看唔掉可能。但係 maybe 你冇正開掉啦，你目睭可能 physically 冇開掉。哦，開掉呀。開到邊冇，你開真啊大力加開掉。哦，แล้ว你冇講，你那是講你開掉，但是你看到是你看到是像隻鬼啊，還是特擺本冇像嘅鬼嘅？特擺本冇像嘅。即係迄個我袂使講是鬼嚟咯。呢樣嘅世界啊，有兩種嘅，一種是鬼，另一種是精。哦，精嚟。迄個 spirits and 係咪咁講？哦，你阿張我係咪無像呢？鬼是講死去嘅人，伊對做鬼嘅可能。即係死去嘅人，伊無害你嘅。哦，特別往時唔是講未來害你，實在伊是伊到底伊嘅 space，伊家己空，伊家己行啦，伊 mind their own business 咧，家己特別你看到啦。你衰你看到伊咯。哦。伊會做路嘅，係咪無相嘅？迄種就是做路嘅甲鳥路。哦。迄種伊講人撿伊骹去食甲伊種嘅甲鳥是，伊是做路。嗱，學幾大是錢啊？
嗯，哦，幾條係條地嚟抄亂路啦，有啲時都佢就垮掉啦。樣有一種嘅power嘛。哦，以為係辣啦。啥只是，因為你鬼個了啥只是徛掉，嗰是啲一個位可徛掉，你無相信看到伊可能，你記住下你。因為你頭尾啦，你細漢甲大漢，你看陣我看到安尼啥，你鬼啦，咱咪講錢啦，看到鬼有常看到。細漢咯，細漢特別我較濟拄着啥頂擺我嘅厝，因為頂擺我細漢我甲我姑大呢嘛，我媽樣，我爸媽樣出外國做生意嘅，所以樣 maybe 1 month 對嚟1,000 then so most of time 我是 alone at home 嘅咯 ，because 我係 brother is 是 youngster 嘛，所以佢就出去 disco 啦，食晏嘅嘛，所以我特登一個人我讀冊，我特別12點。困啊，嗰時10點佢困啊，because the next day 我是 morning 嘛。then 我去幾年我講 first time 嘅事啦。佢哋我係厝阿妹時嚇，我困 first time 嘅時我困一半有人浪我妹。咦，國妹啊？浪嘅是國？唔是國，actually 唔是國嚟到就有人講幾，佢哋人講係 not 係多哦，actually 唔是。以前成個人手正就可能正對啊。用空去浪嘅，陪你妹用空。因為我係旁邊嘅妹哦，是迄種是螃蟹啊，係啲木嗰種螃拍魚啊呀。所以你開係坎坷，你特別用兩隻手來撿嘅嘛。按咧啦。按呢妹嗬，伊有本事會使陪你妹，上加愛踢陪你妹可能哦。所以。差唔多達阿妹一本來嘅咯對，所以我真正是我是真正驚啊！我達到一人哦，我起來我嚇嘅咯，特別我唔敢開門，我唔知是下面嘅啲學校。所以關係啊，幾啊個月後啊關係啊無啦啥，我幾年我達咩嚟看咧？一直看咧哦，我就看伊每隻我困到都我無關。哦喲，你冇三擺無啦食氣三擺無，咁有陣時會嚼迄個妹個哦。你叫佢講啊咩？佢講嘢啊？我一去嚼迄個妹個。哦，嚼啊！呀，幾靚！你 imagine 我人啲厝，我幾年漢我阿妹人啲厝，我話我是下面本別做嘅咯。那我靠，你聽過以前咧妹可能，那靠嘅，靠嘅妹。伊是有影有真假是靠裝嘅。呀，幾靚！OK， 等陣你留掉先。แล้วก็我會借佢哋台語電佢講台語電到學校嘅時做緊嘅事，告訴台語電咧。hello。講下你做學校做緊嘅事，告訴我。我做過。問講得咯。新加坡學校啦。日本係邊嚟嘅？係馬來西亞？得咯。新加坡嘅。新加坡OK，了。會使講。特間嘅學校哦，咁了我是有4個人嘅。哦，有呀。了我做第2間嘅哦，依間學校我是講緊伊是真正大間學校嘅，特別伊講緊是咁了安怎講，踢落來咁了起過 condominium 嘅。哦，所以學校冇嘢啦。伊真正舊嘅學校嘛，我做時是30幾年嘅學校。連唔是講嘅司啲裏邊有 staff 啊，做實啲裏邊。唔知阿咪數本啦，因為半暝啊，有一個security guard 啊，伊是做 security guard 做 night shift 嘅嘛，因為伊4啲咧服務就naked嗰啲，冇穿衫，有 staff 本是做實啲邊櫃嘅啫。我家己做工，我做邊唔是真久，我做邊1年幾哦，本是有介紹成個 check in 入來哦。特別有伊是老師啦，特別伊可能伊一暝困嘅時嘅。因為間學校是真正垃圾嘅咯，真正垃圾，因為你未看到嘅人咯，你邊會垃圾嘅？因為伊真正淡濕嘅喎，唔知安怎。陰濕嘅咧。因為伊一個味啊，伊夾筆啊，安怎你安怎洗安怎 dry，因為是一個味嘅可能。
了我有一幫是我大條嘅朋友，因為伊有學 staff dormitory 啊，有真正因為伊得真舊啊嘛，有咧像個 basement 啊，伊個學 staff 大嘅，因為我個大嘅只班機嘛，我個幾大嘅東西，因為我個用一個樓梯落去咧 dormitory，並行咧樓梯，我並愛白刀嘅喎。唔知咯，我就愛並了。伊咧 hotel 是一個 hotel 我做過啊，一個一個 hotel 是我做 shift 嘅嘛，早起過去邊做工啊，有咧電梯吼，伊直接愛停佇13樓嘅喎。伊特別人講是 engineer 嘅人做卡手啦，所以無相信哦，無相因為哦，伊毋是講搭坐定個都停13樓嘛。我早起做嘅 shift 5點幾吼，我一人愛去樓頂吼。伊個都停喺13樓，有陣時講下晡時daytime時伊都無停啊。Maybe set time 咧。我都唔知啦。Maybe set before 6點嘅時。係啦，咪 engineer 係咪講嚇？伊攞 set 掉嘅電梯啦，可能。你講係 set 咯。伊是上隻電梯咧，還是你一個電梯咧，是無上電梯門係特別13層。一個電梯。所以唔知啦。我係等過兩個學校上，唔知真啦，愛停13，一開又無人嘅，一個搞到冚，一個再 continue 去。伊隻無人咧開門時咧，風吹陣。開始唔知咯，但係我經驗一個呢，就是我是未看到啦，但係我垃圾我家己會垃圾掉啦，感覺到。你入去安尼房間哦，你就會知伊有還是無，你就會知咧。因為我最近是冇去過咧啦，我咪是教我嘅囝爾啫。然後伊個房間無，我就垃圾就無啦，無是我無驚。然後我一個經驗呢個是flash 咯，你是10幾年前嘛，你是個無咪 sensor 嘅咧，sensor 嘅台得個嘛。然後伊個學校唔是我做工嘅時我去帶。伊是伫 lobby 嗰個 lobby 人 public toilet lobby toilet， 因為伊個 toilet 唔真是伊學校是真水，特別伊 toilet 無人嘅啫。我只入去時候，伊 toilet 個真正一間啫。然後我個入去去一間哦，伊間我聽到 flash 啫喎。flash 我出來時我看伊個現 flash 是會知嘛，出來時無人嘅，伊 toilet 家己 flash 喎。然後我都真驚啊！我咁樣走出去，我就無去隻看真實。特別伊是toilet是用手 flash 喎。伊個唔是你 sensor 嘅 flash。你安怎伊個toilet家己 flash？我就特別我就試到刺激啊！然後當晚我聽到講你趯學幾趯啊！你我唔知是唔是學幾趯，但係我垃圾我點解捌大嘅學校？但係伊個房間啊，你大把嘅房間無嘅啫，大嘅房間嗬，你 feel 到你困時嗬，你會垃圾真係亂嘅款嘅啫。你頭腦未清嘅。對，真係人啲講話，你看，你會知講，你家己知講，你應該係困嘅啫，你家己 conscious 講，我講叫應該是啲困嘅，然後你愛請，你個未請嘅款嘅喎。你聽到真啊，你直接愛開目睭上個大媽一個就是講啊，可能你開目睭你用真大力啦，嘅白開啲目睭對。即係我唔有 experience 咯。三九講伊 office 誒，唔知慢慢 auto flash。你都唔知，你10幾年前都冇 sensor 嘅發現。即係 VV 娃娃咧，VV 娃娃就對我而家講 update 王者。講到佢學幾大喎？我本時常就我垃圾嘅時候，我本時常學幾大嘛。台語電麻煩都 mute 啫嚇。OK。แล้วVV 娃娃。แล้ว頭前落到，你講實在成日講調查件咧喎嗬，咱啊咩成日講掙扎你款啊，掙扎嘛，你特別尤其啊驚你款啊，特別嗬，特別關事啊嗬，我都冇去參與，我只頭困到堆。
你们厝上好几代了呢？诶，鬼失败哦！係啦，你知道 sorry， 我成日困到冇驚。對啊，好，我冇，哎呀，咪猜咯，我困啊，都係跌咪跌啊，然後 after that 就冇咧。哦，係咪講？如果你冇拉沙咧，你直頭都跌啦，冇關啦。哦。啊，嗰度困咯，成日望你講咯。喂，我都冇咩？啊？你冇咩？我想想，我就講過啊嘛，生講報告靈魂出竅嘅事。啊，咪冇啊，講下未記啊。就是講困了，會感覺就講 OK， 接起成一個夢啊，你看咯，就แล้วsuddenly 嗬，我 check 我唔知是係咩物件咧，就 check 嘅，แล้ว就 check 起來我咪白起來咯，白起來時候咧，我並到對看我啲困掉。哦，佢看到你個記嘅。啊，佢看到我啲困掉，你看。你嗰個 comment after that 走字到對啊？跳到對啊，有啦，就是跳到對啊。哦，你跳到對啊？你 swimming pool 最噴出嚟㗎啦。一跳到對啊，嗬，咧，你就係請起來咯。แล้ว嗬，就是講你會清楚。會記講 just now 發生嘅事哦，而較濟人夢啊，嗬是請起來咧，嗬較濟是講咱未記嘅就，I mean 講咱會記實片段式啊，你款樣就，特別即係嗬，你款帶起來嗬是真正清楚啦，真正會記掉嘅喎，即係，但係所以成日是你家己親身經歷過嘅你款，但所以一到你 memory 入邊嘅你款。因為我玩這裡 connection 就冇咩好事啊，對，這樣先。哎呀，但咪講個幾個數就是安尼。嚇，安怎嚇？一定都是幾條差落你 streaming 時就有嘢了。但咪你都別關係哦。是吧？佢咩就錯一隻啦。clear one line 啫，係咩？佢講。係啊。而愛卡啲邊啊聽嘛，哦，咁你會聽啊，可能啊。跟住無端端意思係講 last time 架雲吞啊，我喺節目裏邊啊，做你幾個數，講周末將詞咧係沒有水，真熱了，咁樣人聽到啊，對，我只是希望啦，我是希望，喲，你聽到睇你見啦，但是佢一段啊，我冇落掉咯，落掉嚟講就是好了了。係啦，喲，把刀未使冇落，成個彎呢，特晚未記得。冇，但是撩嘛，撩咧 off 掉咧，可能一個嚟安尼款喎。冇我成日講一個講述是 about 困啊時發生嘅事。嗱，這是我係neighbor 咯，我係鄰居咯嚇。嗱，伊本地伊唔是住到我隔壁，伊是住到我附近啦，嗬，一個大門嘅位咯。then一般呢，不，成講伊到嚟邊發生咩事情？你講有一道是伊標誌，我 friend 啊，伊標誌呢就困咯，標誌唔是標誌，標。但我問個可能你教我呢，標誌唔是標誌嚇，你啊？哦，標誌啊，我頭先冇講標誌。咧，睇有人丟嘅卡杯就係係咪丟嘅卡杯？班 sorry 班嘅卡杯，咁有句話咧，有句話是丟嘛。我想講句話。係想講丟。OK， 一般嘅卡杯咯，一般嘅卡杯啊。卡杯係咪咖喱啊？咖喱啊？咖喱下咧，伊卡板啊，可能成日講佢做亂嘢，你講嘅時候咧，伊就成日講是伊就冇去理，你阿姐未打閒咧，伊咪開目睭，你一看到伊床位嗰邊箍掉一個小丑，小丑是glau啊，係啦glau，我梗係驚呢，驚看到。然後，then after that 是一直講個只大聲哦，然後
แล้วอีกันแล้วอะไรกับกีฬากันแล้วมาจีบหลายรอบแล้วมือให้มีสวยอีฮาว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ขวานเดียวอะไรแล้วก้องขวานเดียวกลางทำมีแล้วอีกับกีนี่อีหลังไอ้出来人นี่本在講佢經厝內邊無對片了誒。哦，แล้ว再講係出嚟แล้วสิ講無去介意佢哋標誌講咯，無講啦，安尼講。但過後時啦，就搬出來了。搬出來了嗬，就感覺好輪到我本時我係 neighbor 呢，搬入去那時。不像另外一個厝嘅 neighbor 唔捌一般嘅時，咁樣唔捌過嘛啦。我即個地隔幾間厝嘅啦，嗬，伊就搬入去咯，輪到伊搬入去嘅時候就，搬咧嗬，無久呢嗬，伊個即個佢安怎婦女啊嗬，佢個 lady 就死去喎，死去了嗬，then 無講只老呢，跋死嘅，around 50歲呢關跋死。แล้ว rumors 咧，好是講下面就佢間厝咧有一個大玻璃是死到裏邊嘅。then 呢，伊是愛帶一間 lady 做波，所以愛死安尼款。所以代表伊出一間厝吼是有物件啦，就是以前就是我係即個neighbor 經experience 過啊，等伊人搬出來，then after that 個另外一個 neighbor 咁好搬入去，then 佢哋 neighbor 死去，安尼，你捌去過一間厝啊？你捌接過啊？唔捌，特別有經過咯，咱佢一間厝有成日講伊人會記得厝邊啊，不有聽講安尼款嘅物件咧喂。安尼，吉利，你講，經商咧，經商有時候就貴物件，還是講故事嘅時候，你有冇聽過？唔是呢個基本啊。其實是無講正有啦，特別是我唔知有咧，應該是有咧，當人有去過啦，有一個生活大嘅打邊啊，今年但係我唔知當年嗰時有做冇啦嚇。但係嗰陣時有一個樣車一個會上來 from 客仔啊，你想是念一個樣講是家人嚟嘅啊。家人嚟嘅。我這是我 translate 到對嚟 from 什麼啦？什麼啦哈。啊，再講你什麼？再講，我未聽。伊是講吸藥啊。藥是家人啊，藥啊，藥YAK 藥，藥所以伊是講係你驚呢嗬，應講是係咪鬼啊，係咪物件嗬，本會驚咧走出來嘅啫。我有一年嘅時候，我未記啊，嗰細漢嘅時啊，唔知 form 1 form 2嘅時候，我有對我爸去，我之前有看，如果本身人講嘅，你講你家己內面有鬼啊，是有蝦米物件對掉路嘅啊。人講嘅，你講你就係你勁啦，係你鬼嘅咧，一走嘅就。你是叫你講話鬼勁啊？定啦，應該是我講啊。然後我家己是，我再講我家己應該是冇嘛，所以咪是有時咪是拜咪是拜普通嘅是拜，有時是已經個冇講成地哦，針正格嘅，咪是。เป็นแล้วก็จั่วแอปเปิลมาแต่ปีหูละของสีเขามีแก่หูละ所以是講前日จั่วแล้วของเฮียมหอจริงๆด้วยขวาเดียวกันแล้วหลังอาจจะสีหลังจะว่าขวาเดียวให้จิบมันเสียงกันสิอูซุย應該是不是อูซุยปะอูก็成日一個好可能ยังต่อละบินจั่วเหลี่ยมอ๋อถ้าเหลี่ยมพอสีเสียงกันแล้วเหลี่ยมพอท้องอย่าชิ้วขึ้น來กันแล้วปลายเดียวเหลี่ยมมากันแล้วเผาเสียงกันแล้วเสียวกัน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หอหอ你曉念哦？我是未曉念，我是聽人念呢。係你，因為係你唔是我，唔是人普通嘅人念，是會曉念嘅。啦。然後樣念哦，是先是念，我唔知啦，但係啲人辦念哦，實際辦念咧，然後都依住念住古哦，就本身嚟自可能，所以看到人成啊轉啊都就係會人啊都。我就你講下，你就 key 跳咧，跳咧。
冇講你香港你看到普通是你擺是你嘛是舉手起來放啲你隻手柄嘛對咁嘛是你會看到人嘅手好險準嗱你看到咋一時先 start 一時準淡薄呢哦咁我做人看我做人看你手慢慢準啊嚇แล้ว要準要響แล้ว你會看到嗬會你跳起來頭成個跳舞咁咋แล้ว跳舞ก็ไม่กินแล้ว會你นี่頭成個頭走個是頭成個會咁樣坐嘅時候啊講話嗬你就係講成個是你留意啊嗱冇可能行落來啦斜條度標準斜條騎起來度邊個係你會度邊條命咁咋我講哇即係按啲人實意用要者實意接嚟咯你冇自己冇驚頭一擺看到呢頭一擺看到因為我爸爸講過你看到物件咯物件嗬物件你看到第แล้วนะฮะก็มันก็มันว่าละว่าปลาเป็นสีเดียวว่าน่ะแล้วอีเหลี่ยมเลยเนาะเขาให้เลยสิจิแล้ว講了者手跳出來頭坐嘅時候就個講話個唔是係你按啲講話手咋一講話成錯而แล้วก็唔制是成個唔制講唔是福建話唔是正冷話對啦係你按啲是正冷嚟是แล้วอีก講唔制我聽未出講個สิญญาต่อแค่กดเสียว่าแกะว่า4個擺佢哋จ้ะ咁咪是รู้啊，杯是頭整嘅時候杯。ไว้頭整แล้ว係你是一個騎起來坐啦，隻嗬，要嚟要大聲嘛，係你會時候念經念啊，要嚟要大聲，一般要彈要大聲就係你樣子啊，要彈要大聲，แล้ว舊時站嘅時一個幾時期，แล้ว佢一車起來，แล้ว佢一個幾枚啊，我做咩做？哦，แล้ว意思，伊講嘅時候，你講你聽未出，伊講係咩話啊？一時聽未出咯，成個怪講成個日本話，個唔是；怪講成個劇話，個唔是；個成個人這邊嘅話，特別我用一聽未出，你講地下面物件，特別最少嘅幾你會想咋？是人起航啊呐！你看到係你啦，是人嘅是你好你話是你話叫伊成個。先是無下面物件，本時正敗掉啦，可能啊，佢一隻咧一起來嗬偷沙，查某嘅咋？哦喲，偷沙，特別我去寫是世界40歲喎，嗰個靚啲，แล้ว偷沙我咪是嗰係你本時無會，我你看到嗰時你好嘅可能嘛，แล้ว伊參伊來啊，咪騎起來看，喂，你做咩事啊？可能偷沙，講學嘅話，แล้ว佢有。係你就บอกว่ายั่ว啦จริงยั่วเท่าซาสาร講咋แค่นี้ก็แกบอกว่าขอ講住จะมีสูบละรู้จักโอ้ก็唔是講成日ยั่วมาวางเสียต้องยั่ว我就都係聽到寫個錯嘅實係錯啦咋你講寫錯是咩呢？這個伊是查某嘅聲查某特別是一變成查甫嘅啊ไอเป็น查某ไอเป็น查某我真係做啊我真係做啊會教下邊個ตัดเนี่ยอาบุยแล้วเก่ากับบุยสีเท้าซาหออีทำมีหลายมาสิยาตาวอ่ะยาทำมียากับกันแล้วในสีหลังมาแล้ว佢做咩都咁啊做咩個啊你就สีสัต擦住突破聲啊แล้ว佢有係你回嗰樣回聲樣看到我喺物件嗬樣看到就ตัดเหลี่ยมกับต่อเสียง嘅咋ตัดเหลี่ยมกับต่อstereo 啊是冇 5.1 surround sound แล้วแต่งมาแล้ว頭走出去啊係你查某咋走咧佢有伊對伊人嘛走去掠一接來啊แล้ว成一張條伊因為佢有一個妹啊一張條妹我買接起來你捉來邊個你試過你攞咩嘅講啊成個真呀你看成個真普通嘅人啊特別伊聲無像嘅你知無下面啲伊個較早是個接排條好可能特別從咁騎起來然後其實即我是捌看過是就到底看人家到底嚟講我到底這是希望是我騎念經嘅還是有理本身呢即係平時念好嚇換是紅險實出來是哇
你講喎。特別係你時我個部感覺講嘅呢啊，我唔知因為 maybe 時我 already 做家己準備家己一掛，有可能。就係你就是係你攞嚟我看到嘅啦，特別我爸講早前以來是啊，更加好了。等，燒掉，那個好亂隻。我想，我 video 我出啊 video 嘅胖嘅咯。阿 Bibi Jasmine 啊，別識講嘅。冇啦，我硬啲樓頂住隻。因為就問講啊，嘅胖咧。Gu ba abi wo. Anh just now chị講 Jasmine 呢，是唔是 video Jasmine 嘅 B 就是？係啦，鬼啊，你唔知咩？Jasmine 我唔知喎。你特別 video 呀？video 喎。係啦 ，Jasmine 好似咩你半暗落啊，你咩 B 啊？半暗冇咁簡單嘅啊！last time 我想講 B 嘅，然後我個冇驚喎。人講味道香嘅，有時遠遠啫。但是我都個只炒。哦。但是咧，我豆名講啊，豆名可能人跟人用味道學得啱咩先？哦。咁如果話你唔知是好事嘅，你當然唔知你較驚啦。伊無啦，無驚啦。微話一半大就無驚。冇關係啦，去死啦！微話我只餅嘅微話。有影係食餅嘅，你看喺花車就知啊。特別 OK， 但其實我會驚啦，特別吼，我想就講，安怎佢隻人嚟叉燒吼，我會起哄嘅咯。你 frustrated 啦，你geram嘅時候，佢冚佢你驚係啊，是啊。嚇，就是。都係可能咯。OK，等陣你留掉先。等陣我俾學同埋是講南西同埋講到底南西講嘅。南西。哇！你個就會講。我講我細下呢係嘛，係咪？慢慢講到我爸都讀 college 啦。特別嗬。讀 college。等，boss 你我俾佢幫住，我個咪係錄。continue 講，所以 boss 啫，我去放住呢個對啊，boss 啊。OK，當然 continue 放住對，因為聽你搞背先。OK，你南西講下，你講 college 時啊。college 時我就大啲somewhere BJ 裏邊嘅。then 依間厝咧，伊是我哋12樓，一定用12樓嗰度。伊是12樓，特別伊12樓真大，so that 我隔壁我睡即間嘅厝哦，so 本時住是迄個12樓咯，then 我是甲迄個 roommate 甲了housemate 啦，白大，我家己大一房。The first room 我大咧是中房，迄種排厝是one story 嘅，你迄個 normally 有2間 bedroom 是空啊，是向條內邊嘅嘛。是唔是人行啊？唔是向外口，所以伊無sunlight嘅嘛，好本雜。陰種環境，因為伊向條係 dining area，嗰是講 kitchen area 嘅嘛。所以我就睡著one of the room 咯。then 早大時咧冇物件嘅，你有一暝吼是我清病嘅時哦。我病嘅時我困了半暝哦，我看到前一個人入我嘅房間哦。前一個人就我房間就留咗，嗰粒住我房間哦，特別嗰粒住我房間是背櫃哦，用伊是啲位卡喺邊頭，搭位卡背去後邊度。你跳過呢？跳過，嗰粒跳過，then 有一間我就看到嗰粒看唔到伊邊嘅，但係一間我看到佢伊邊隻清楚啦，是大波，嗰啲是about 10幾歲可能。大波你then 我就記了伊哦，我就記了伊先，所以過後吼，我無甲我 housemate 講嗰度，因為我知我有物件 maybe 是清病咯，無關咯。then after 我就搬去阿妹房間是有迄個阿妹房間就是向啲阿妹就是路無，這種細路無咩人行嘅。阿妹路呢？阿妹路咧嗰隻。南西我未รู้看。
但我講我俾 clarify 後俾佢 picture 掉，你是唔是講你困掉名稱咧？是特對你卡背嘅咧跳起啦，跪起你頭嘅咧？跪起我頭起幾百行徑。哦，所以你頭殼咧是跳掉你幾百磅嘅壁啦。啱，你看到一起起來是樣來是一時撲掉，了跳出去你幾百磅嘅壁，還是樣到啲頭殼行跳起一背過去你？樣是背接來。then 一背接撐過你房間每背接來啊！我看到樣是隔了接掉來啊喂！我你接掉啦，你看到隔了，你就啲啲房間啊！嗰房間隔了是背掉啲位卡一邊夾背攰啊！哦，所以你看佢跳佢，你可以是透明呢，還是冰冰？上個 N 咯。上個 N 呢？你嗰個一看都看到較冰，你講你40幾歲打波嘅？嚇，較冰哦。Then afterward，幾 can，10 weekend，20 weekend。是看到唔知我冇數用。哦，只就對啦。until 因為我想講我下面，然背了嘅時候，然後我把開掉嘅哦。我講頭先我是下面嗰時字呢，因為我冇看目睭，我是目睭開掉看掉一樣背個了。哦。我 not sure 到底是我 not sure 我是困，我是下面嗰時講。我車掉嘅，因為我目睭是開嘅，因為我看了時候目睭是開掉嘅。哦。就是講咩數頭的，做咩看掉可以嘅？我隔壁 house 搬走哦，等我就轉去阿妹哦，因為阿妹嘅房間較細房嘛，因為我 student 嘛，所以我就教我 house 講搬去阿妹啦，阿妹都有 like 嘛。所以阿妹伊是一條路，特別是車袂行來，咁人人行了，佫一個農教嘅。農教咧係聽到水聲反正。所以搬去阿妹大咯，搬去阿妹大咧，有一暝咧，我就聽到迄種嘢吼。係咪吼啊？迄種嘢吼，迄個吼咯，一啲位，一吼咯是吼，一吼有影是吼嘅。哦，你一吼嘅是大波是查某聲？袂真誒，伊上甲迄種。囡仔甲是，特別人講上講囡仔甲是貓吼嘛哦，特別甲我講你真正是拄着即種吼啦。你知哦？類型啊是上講你 speaker 哦，閉起嗰啲哦，類型啊。哦 ，distorted 嘅係聲。distorted 咧是，即種嘅甲是真誒。你根本老三成講，你老三成講，你上講是，人講上講貓上講是，伊聲上講貓。上加迄個貓吼，佮是上加迄個囡仔吼，特別咧，伊是做到你會聽啊吼，真正聽。哦。伊想有聲，可能想有迄種 wave 可能接落去啊，接到就到啦。哦，我 try to imagine 我想換裝嘅你哦，所以伊。然後我一下聽迄個麥哦，一下大聲，你一下哇，做咩大聲迄種？哦。哦，你是講只潛呀，只潛魚還是聲音嘅呀？潛個你用迄個鏡頭嚟冚落去啊，我是聽。OK，我明白啊。所以，伊唔是聲啊，別嘅，那係聲，伊是聲啊，聲伊個 frequency 就潛魚就對啦。所以魚啊就是大家有種聲是啦，只刺耳，只尖了。我不得不迄種係咁咯，伊毋是講成日你聽到囡仔喊咯，哦，你話囡仔喊。我成講，我特擺聽到鬼嘅聲，我成日特擺成日喊我做嚟聽。唔知啊，該拔落去啊！拔，係咪嘅會話嘛？拔一句。你好屌係該劈落去。拔鬼啊！嚇佢大聲咯！something 啊，可能 something 啊，可能。邊住安呢？係上你住安呢？喲，我搞做，當佢做嘅咋？你個把。邊唔想敲啊？搞啊！我有看到我邊。你成個跌價。我有你看到我邊。你咪就係離家出走啊！你看你頭都部。
boy boy daddy 就没事 daddy cry 啊哦 good boy แล้วถามแล้วก็จะอีเขาว่าจะเจียไหมเจียม嘢咧เขาก็จะเจียมเลยอาจจะเจียมจะ甜咯，而家有一字。你使做我聽過伊เขา嘅是成個你想我唔敢，我唔有做未掉嘅，迄種生魚飯是有影是。食下囡仔烤，特別嗰食下鳥烤，我唔曉做嘅。哦 ，OK，我個 try to imagine 佢，誒特別是伊是成個喵伴咧，唔是喵未伴咧，伊是呢，我 try 做係伊是，你係安怎？喵咪成個慣咁過嘅，後仔。哦，成大媽我做尖嘅先係呢？啊，唔是，the first of before 之類。哦，等陣，真大媽邊度？你啊，你啊，你看特別夾個呢咁喎。哦 ，OK，不過 practice 一個做，不過 practice 一個做，啊了。Then afterward 把它出啲 CD 鬼先個了。然後我就阿夾要接警處唔使，我阿夾接警處應該冇事啊，了。有誒咧，我就加我係 housemate，我係歸納你 housemate 都有空檔嘛，然後我跟另外隻 housemate 冇對應，所以我落 can 咧就伊麻雀啊，特別啲旁邊伊迄種computer 麻雀啊，當 game 嘅麻雀，特落 can 伊哦伊到差唔多around 4點幾嘅時咯，因為伊嘅旁邊咧就是 the first room 向掉迄個 dining area 嘅。所以我有咧 housemate 咯，樣邊啊，迄個落地咧哦，有走廊，樣旁邊係 dining 嘅桌頂嘛。所以我落喺啲房間內邊，伊哦，所以伊規間厝是無人咧，就剩我落喺人，規又加了堆加了，所以我依個4點幾時，suddenly 我聽到有人去嚼迄個 toilet 嘅門。有人去嚼迄個toilet門，不要緊，伊安尼看 consistently 嚼toilet門，去醫迄個走廊，迄個落地嘅走廊。哦，切咧。do and flow，佢做咯，直做咯。哎呀，做咗一點正啊，佢做家差唔多。我 housemate 就大單 housemate 嘅頭看。喲，你有看到？伊看哦，一個無聲喎。哦，你只叫佢看是無？哦，你只鳥鼠，特別鳥鼠無可能伊安尼 smart 哦，會使去嚼迄個門，因為有真格嘛，嚼迄個門，了去做迄走廊，嚼迄個門做迄走廊，安尼看都很多，很做。做了，做到7點鐘 non stop 嘅咯。我驚激到半時，我唔敢做激翻住。你鬼嘛真係無會走嚟走去，佢咪走嚟走去。我落去啲房間嚟變斜斜哦，你看咯。我可以啲 exercise 就做 aerobic 啊。你看阿喵講啊，你喺你 chat room 咪喵講抓狼是講啥？有安對，即係呢啲警署安裝咧，因為我特登去 find out，我特登會 find out 嘅人嚟。哦，安裝 find out，你就八卦，你是 reporter 係啊？reporter，你喏，跟 after 佢哋阿妹啊，別當啊，我講出來啊，我就別當我講出來啊，我有一時別當我交後門有 housemate 了，隔壁攞有看到後面人㗎了，然後我隻 housemate 講，這裡一看過，一間地頭門。徛啲嘢坑啊位，地頭我徛啲坑啊係看呀。伊講徛就係徛啲嘢坑啊位。Then 我咧 actually 我大喺邊㗎 ，1 year plus 哦，我直直後邊聽人哦，穿紅色衫喺度，地頭門哦，已經出現咧，我係 dream 咪變哦，要佢學都看到啦，真係都看到嘅事。佢只可看到伊啊，你看佢只我直直後邊就站一個人嘅，特別。我咪講查甫整啦，佢會有顏色。OK。Then 過後有一暝 afterward，因為我想愛搬嘅，特別就而家我有9 months 哦，我就 graduate 先嘛，然後我有一隻愛做嘛 graduate project，所以哎呀，大概幾廿個月，大概攞3、4個月先啦，咪關咯。有你roommate 嘅啦，搬得咩？你 roommate 搬走嘅啦咩？冇關，陽光冇關，是有講起咯，然後嚟講起。
了有一間講 actually 伊是看鬼咯，徛佇伊。藤啊！哦，藤啊位咯。伊藤啊是到啲樓卡還是樓頂？都樓卡樓頂啊。story 嘅嘛。One story 啊，OK OK。就是 one of the room 向條 dining 嘅 area 嗰邊㗎咯。因為有兩個 room 嘛，一個 room 我大過啊嘛。另外了，所以我搬去後邊嘛，所以 room 就大咯，所以剩一個 room 就是伊大嘅咯。就是伊看到。then 我因為我做 project 到4點幾才困嘅，暗暝。做4點幾，因為愛趕嘛，暗暝甲有陣時暗暝，因為我讀壓力人嚟嘛，我暗暝甲咁定做啊。對，暗暝做 project 嘅較濟。咁樣 project 到4點幾才困嘅，暗暝，所以我你看about 1 month 啊，可能哦，了有一暝4點幾上好困咯，其實我規間厝是有人嘅，本是我一人嘅。我 housemate 是對方兜咯，拜六暗暝。有吞一個 housemate 甲伊個囝，伊甲伊囝真細漢嘅囝，不如3歲，可能係3歲。然後4點幾我困 about 5 minutes 哦。喺你來敲我門咯，就是我細漢特兜拄到嘅迄種門，迄種嘅聲，迄種敲門，響咯。風吹嘅，可能門啊。風吹可能會聲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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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如果你門就是愛踢，甲你踢走去啊。OK。是上講讓卡直接來卡音盤，你看做。有時來甲你拍落門咯。我咪肯掉，我咪個人跳起咯，แล้ว個門係咪啊？我講係咪啊？伊冇聲，伊點嘢啊？你知這是幾聲？你聽關係啊？定當時？我聽嗰時，所以我5分鐘我唔知係咪數嘛，我就講有人話嘛。你講可能啊，我考試㗎啦，我考試一天困了，伊冇可能3點嚟以為妹嘛，幫你啥嘅。等我個困落去。即係冇事斷㗎咧，喎。Hello。聽到。聽到。同我斷氣就係講句，同我斷氣話冇氣哦。哪一筆？等陣嗬，喲斷㗎咧，嗱線斷㗎咧，喲，嗱線斷㗎咧。特別冇同我你講，你講㗎一邊講咧後邊得點嘢冇講到咩物件？你講伊見到冇可能見嚟鐵佗你妹嘛？冇可能嚟鐵佗我嘅妹嘛，因為迄種是烘狼嘅妹嚟嘛。規個妹是轉迄種嘅。我平常是做袂到嘅，規個轉，因為轉甲了迄種。然後，所以我想無咩好勢，想是去掠咯。你我困啊，唔係關咧，我唔知，我驚是賊嘛，別講嘛，唔知是賊。是賊是去掠，然後咪困咯，困我想講無事啊，唔係關伊無事啊嘛。伊咧就嚟一手就是嚟伊個指甲，肯嚼落我個骹位。喲！我規個骹翹起。喲！一規個人行去。喲！แล้วอีเจ้าเลยค่ะเนี่ยแล้วดูเทียอีจะ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ฉาลง去哦。哎呦！我จะฉาลง去เนี่ยฉาเอายกไปเลย。哎呦，是佢在對啊 ！Hello，Oh my God，佢在對啊！佢在對啊喎！แล้วฉาลง去แล้วจะรู้講你真假？我個人跳起來咯，等過後回面我冇咩加錢。以前咧 internet 特別講鬼故事是一個假招嘅。假招嘅。呢個唔是對，嗰陣冇聽到嘢。係是冚起嚟，係 silent 起嚟。我想讓。哇！喲，嗰啲 OK，你是一直你講，你看到你卡有啥有流血，有啥有烤食喎？冇食，係咪冇嘅？冇食啦。Then afterward，我 finally 我 finish 我係喺course 㗎了哦。then 我一半嘛，所以一半迄節嗬，我哋講我拄着，因為我隔壁是迄種孟加利嚟嘛，我隔壁。孟加利。then 我就安尼講，我搬咧隔壁孟加利冇，我搬咧嗰時咯。then 我講actually 我即間厝哦，頂擺 before 我人係名大嘅。我你會啦你 reporter 啦。會咯，因為我一搬嘛。
所以我就問伊伊講頂擺嘛厝主嘅查甫囝大咯，甲伊翁咯。哦。然後我講，你講做咩伊搬走嘅？哦，因為伊翁死啊嘛。哦耶。翁死啊嘛，然後我講伊翁死啊，然後嘛是買咗伊頂車咯。咪買一頂車？伊講伊翁頂，我坐頂車嘛是伊翁嘅車咯。你坐一頂啊？我佢跟瑪嘉莉坐車。伊家買嘅車啦。伊就是伊頂車浪死伊頂車。咪伊到底係一頂車係浪死嘅啊？浪死嘅。耶，個家姐啊！但係瑪嘉莉樣冇驚啊。耶！佢哋等我咯，為人我而家就切驚，我把你講我冇個陣咯。我所以我就低頭毛嘅人，我覺得我看到迄種迄間有一間40幾歲嘅大波低頭毛嘅嚟叫，頭先。跳軌，迄40幾歲嘅跳軌就是伊啊。安尼濟人我最歹看清楚，做咩看清楚？你紅衫唔是啦，紅衫低頭毛。低頭毛咯，邊我冇咪看清楚，伊是查甫大波。maybe 是上一人啊咧，阿 boy。可能是上一人 ，maybe 伊紅色是回來嘅衫。maybe 咯，唔知咯。maybe 上一人我because 伊可能是 form 無相嘅關係嘛。所以我看到我另外一間厝我看到，因為我看 CD 嘛，我看到差唔多講真啦，第一嘅時間啊，4點起啦。4點起啊？4點早起嘅，第一我人第一眼看到嘅時間4點。我肯定甲你講另外一個，你講4點，我肯定甲你講下 continue。然後我嘛看到差唔多4點早起咯，我看 CD 看哇，看到目睭淡薄咪咪啊，咧行出去客串嘅咯。我開門啊，行去學校，我看到對面路嗰時，因為我另外做尾我搬去另外一間厝啊嘛，然後我是向條迄個大路嗰度，馬路 LDB 啊喂，頂擺唔是叫 LDB 嘅嘛，迄個 KL 嘅highway，所以我對面有店嘛，所以我看對面咯，我看到有兩個人攬啲隻嘢咯，咁就哇，會使掠狗哦。諗呢次係寂寞，哇！好了，我直直看冇你白了，直直看，你做乜嘢樣內人嗬？成個 liquid 我攬掉嗬，你變是你搖起嗰度。你做咩扮成個一個迄種安怎講？迄種水銀嘅可能。成個 mercury 可能，很搖嗬，然後我看差唔多10 second 嗬，我頭是直頭變去後背，直頭冚門啊！唔加怪啊！曬是下面數啊！曬下面數。伊是哪人寫一查甫一查某，還是哪個查某係什麼？看到內人攬啲嘢。記哩咯。啲嘢我做不爽，冚掉伊。你唔夾你咪看啊，咪插嘢，咪燒嘢。咪插，做唔知是看錯嘅下咯。因為我 believe 我咧先是我看一項嘢，就我門呢把就是看到伊啦，伊會變成行喺度。正嘅，因為伊愛走袂掉。伊走袂掉，是攞一年目睭的，假是攞走哦，伊就下面啊，伊就變形啊。是我門呢把睭好看哦，伊就真慘嘅哦，因為我頂擺細漢我達到6點幾我就去學堂啊嘛，我頭前一班嘅嘛，所以有3班哦，我是開會哦，我就開塗骹血甲了。塗骹是血甲了哦，我喊了喊數做咩有血迄時我standard 4呢，standard 4 standard 5standard 4嘅時應該是 standard 5啦，應該是早起班 standard 5所以做咩血甲了嘅？因為奇怪我驚到我唔敢去班，我就去canteen坐哦，canteen坐到7點幾哦，7點愛食屁股哦，然後我甲入班咯，我入班哦，我看到塗骹，但係無血，因為是有血，你知我小學是真係呼下了嘅嘛，
人平平但係好下，咁了洗塗骹嗰時塗骹唔係就淡嘅嘛，因為早起都嚟，但掉塗骹會看到淡嘅嘛。所以我嗰條塗骹是淡淡，探面樹本無啊每樣，我早看到有灰咯，有看到，無啊，咁樣講無看到。哎呀！迄個是本是無按說我本唔知，嗰件事我本唔知是乜嘢。你當 today 你今日節你個會看到未？今仔日是 feel 甲字 link 甲字 feel 啦。頂日我就看到嘅是做尾時頭看到啦，早幾早幾啊？早幾個月啊，出過半時啊。出過半時我對嘛，我對邊嚟嘛。我看到呢，我路邊哦，即係你路邊早看乜嘢啦，我唔係看到嘅啦。你啊，你一會看到迄種早看乜嘢？你路邊現在徛條是枯條係咩？一般咯，較濟徛條，較濟行過咯，有陣時。早起是會看到呀？早起較少，特別路路幾點都會看到啦，較濟是暗暝。有陣時你看條你。你看到是像個煙啊，款咧霧霧啊是咁樣按照款咧，特擺無像係咪？較濟看到是有陣時是黑色嘅 shadow 咯。我看到 style 是第一係咪啦？第一清楚嘅啦是，I think 半暝2點幾，then 我能停啲嗰個 traffic light 嘛，等嗰個 traffic，等嗰個紅灰，紅灰啊嘛，我等斜咯。then 我看到一個黑色嘅人啊，一飛過嗰度，一隻閃過哦，我對了一看，一走邊啊是有迄種嘅迄個 street light 嘛，street light 下骹咧，我就看到伊咯，一個人黑黑嘅咧，無頭毛嘅布袋。orang minyak。something 安尼看起來咧，因為伊迄個位哦，伊走過去迄個位就是一個波浪溝。是I think 有一兩層樓迄種嘅深嘅大浪溝嗰度，一條。我跳落去浪溝入面。跳去浪溝啊！我看到伊很貴啊，一跳落去真啊快，3 second 好呢，3 second 下落嘅啦，真快。有我冇，伊冇看到，迄個是真啊清楚咯，當嘅路。記啲，你人我講誒，你個隻字我知，你隻字告訴過嚇，你看過呢隻物件經驗。不知得對嚟誒，過之前個對嚟講過嚟啊。你是做到攞到 KL 咪啊？我見你誒禮拜是人幾個事先過之前是你有影嚟講過嚟參問講啊。你那時候咪家你即係聽講啦，那是攏會看到幾呢？後尾嚟甲人講那是你要參。聽完有 post 幾個告訴錄音，咪是你使走嚟甲人講聽看，你個經驗是安怎？還是你聽過成個淡仔迄個即個經商講嘅咧，我哋暗未看到，本是就冇記哩咯，驚咯。所以是攏家己話咩經驗，是攏家己看到，是聽過咪告訴驚你，你要嚟甲人講咧，你會使嚟去邊個學嘅錄音是就走嚟講，你會使去邊個學嘅錄音嘅幫嘢，若是有錄音是我哋報上啲下邊。當今日我拎白隻波多油啊，所以無咁貴都無驚啊。當第一大隻貴就是我啦，油落貴啊。所以咧，俾感謝我哋嘅白嘅邊咧，等有冇可能咁播唱經心冇咩嘅播唱哦？家即係台語電㗎，會唔會話吧？冇。我頂擺時，我做經學得啊，有叫 guest 做實過咯，因為伊個 GM。真正China man 伊唔陽光嘅啫，因為陽光講個要真袂使賣咧房間咯。了特別毋是我家己經驗啊，人講嘅啦，伊有間，因為我人做你是做 front office reception， 電話卡落來，咪房間會看到嘅嘛。對。咪房間卡落來看到嘅嘛。人講有咧 number 卡落來過。特別房間無人嘅啦。房間個無賣嘛？袂使賣嘛？你一年袂使賣啦。我聽人講，若是去學校，若是講甲你講無房間啊，你房間嘅別樣啊，因為學你咧袂使賣房間嘅。特別我諗啲新加坡時是而你時我做時是真正好成理嘅，而是團是 overbook 嘅喎。而是無房間。特別啊！
Tapi uli guess lu họ i upgrade i kita suite room ibu mai ju to king ju gili. Oh yeah，要我嗌到多勁嘅。好啦，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加各位特別嘅邊嘅了嚇，敬三閃人，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แล้วก็วันวิวิวาวา感謝好แล้วOKกับเอพิเดียบุงามล้อไอ้หลังนำไซ拜拜แล้วก็ถอดอยู่ที่ญี่ปุ่นญี่ปุ่น呢？日本佢哋貴啊日本啊冇看過啊，有可能有啲維拉沙啲過啊。有感覺過。好啦，各位聽眾啦，下個禮拜嗰日再見啦。若是講你要參加鬼告訴你，要緊大鬼節特別準嚟聽我講者。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下禮拜再見。